你吃早餐了吗？还没啊，你在想要吃什么？还是我帮你叫外送？也可以啊。一大早谁敲门敲这么急啊？应该是邮差吧？我去看一下好了。你还跟我说你在家，看我来开门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做惊喜。好了，赶快弄一弄出门，我去车上等你。你不是说陪你出门吗？你怎么带我来这里啊？今天我们俩刚好都有空，天气那么好，不出来走走多可惜啊！那你很会给人仪式感呀。我前阵子一直想来，但是都没时间。走吧。走，我带你去玩。这不是小朋友在玩的吗？你错失了童年回忆，我来帮你找回来。这边有海绵宝宝我们先玩这个。可是我没有玩过我教你，这超舒压的。你看这样子进去，它就会掉代币出来，推下来的话就会有彩票。快点按一下，你都是对准啊！我以前有时间就会跑来玩这个释放压力，看到彩票跑出来就很开心。那边有摩天轮你想坐吗？好啊，好久没坐了。走啊！我靠，太高了吧！小心。